廣播視頻左輪由你知，小心 AI 水軍，編劇子清，劇中人物蘿蔔妹由婷婷演繹，方姨由海琳演繹，獲產權由施恩演繹，包兄由韋照演繹。蘿蔔妹啊，我嘅快遞到咗未啊？哦，方姨，呢開個姐。啊，唔該晒你蘿蔔妹，唔使。終於到啦。今次啊，仲唔 lock 咗獲產權棚牙？吓，lock 個前嗰棚牙，你佢嚿係乜嚟㗎？方姨，哎呀，呢部係我嘅咖啡機嚟噶。哦，確切啲嚟講呢，係可以調配各種咖啡，兼可以拉花嘅咖啡機。咖啡機？嗱，你知我中意飲咖啡噶啦。問親阿獲產權啊，點樣沖到好飲嘅咖啡？點樣拉到好睇嘅花？佢都話啊，方姨呢啲好專業噶，冇翻咁上下道行係搞唔掂嘅。啊，家下咧佢嗰幾道板斧啊，一部咖啡機咧就可以搞掂啦。哇，人哋曹光要好時幾好啊！啊，如果好用，等我都麻煩包啊吓。啊係啦，佢部機都幾重啊，你幹乜嘢做得佢靚？等老闆娘放你開跑，我同你攞上去啦，費事整埋揸尿裙啊！哎，咁又係啊，我呢件羊駝外套成1000蚊噶。早晨啊，蘿蔔妹，啊唔該。哦，獲產權你嚟得就啱啦。嗱，幫手攞件快遞上我屋企得唔得先？方姨又買咗啲咩好嘢啊？阿放姨買一部咖啡機啊，話可以沖好多種咖啡，仲可以拿到靚嘅奶粉。咖啡機？方姨啊，你都唔係做呢行噶，你識買到啲好嘢？我唔識啫 ，AI 識噶嘛。AI？你哋都唔知嘅咧，呢個 AI 助手啊，幾犀利啊！我問佢啊，邊款咖啡機係最適合新手？佢係即刻咧推薦咗呢款歐洲進口全自動拉花咖啡大師，話係大數據分析嘅結果，95%用戶嘅好評，性價比之王啊！睇嚟我同高端生活之間呢，只係爭一部咖啡機嘅距離啫。AI 推薦係咪即係以前嘅電視購物專家咁啊？啊，係啦，房姨啊，你記得你以前開電視購物買嗰部超聲波手腕機嘛？最後你部機又成為一件好大件嘅垃圾啊！今次唔同，今次係 AI 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喎。你睇下，佢連測評文章啊都引用埋，講得好專業噶。話呢個產品呢係採用第4代壓力萃取技術，奶泡綿密度呢達到專業嘅級別。仲有啊，咁唯有希望今次啊唔好踩雷啦，幫你咧拎上屋企係咪啊？冇問題，行啦吓。好，唔該晒，唔該晒吓。阿全哥，你朵花今日拉得唔係好靚咁喎，不過味道都幾好嘅。係咯，係味道 OK 咁多位，方姨，房姨，早晨啊，房姨。阿全啊，唔該俾杯拿鐵我啊。阿方姨啊，你唔係買咗部咖啡機嘅咩？我以為啊，以後都做唔到你生意添。唉，唔好提啦。哎呀，房姨，你件衫嘅袖口有一朵啡色嘅人㗎？啊，洗漏咗呢度啊！唉。佢之中有啊！哎呀，係喎，哎呀，乜仲有咁多笪噶？唉，我件羊絨外套啊，今次啊真係俾部咖啡機累死啦！吓，關部咖啡機咩事啫？尋日啊試部機咯，點知一開始好地地嘅，突然間呢就發出好刺耳嘅 V 聲，跟住啲咖啡咧就係咁噴出嚟，噴到我一身都係，連天花板都有啊！吓？唔係話 AI 會佔俾你95%用戶好評嘛 AI？ 阿方姨啊，部機係 AI 推俾你噶？係啊，我諗住人工智能咁超班，肯定信得過啦。咁啊，方姨你就估錯啦。嗱，我睇新聞講啊，而家咧有種叫咩 GEO 嘅廣告投送，我聽講咧有啲只需要299蚊。你就可以買通 AI 幫你推薦產品，仲可以憑空做一個虛假嘅品牌出嚟添啊！吓，即係話 AI 係收錢賣廣告？嗱，
你以為你問嘅係 AI 嘅客觀分析，實際上呢，佢推俾你嘅係一條收咗錢嘅廣告。嗱，有記者實測過嘅，虛構咗一個智能水杯嘅品牌，寫啲假嘅測評上去啦，乜幾款嘅 AI 就開始推送噶啦。咁啊，真係冇諗過 AI 都會造假噶喎。哦，我明啦，就好似我開餐館咁，隔離店俾錢買通美食推薦算法，長期霸住榜首，但係實際上呢啲出品啊麻麻嘅啫。佢咪好似 AI 衰廣告？喂，咁對我哋呢啲老實做生意嘅好唔公平喎。睇嚟啊，以後呢啲 AI 推薦啊，都係信唔過噶啦。嗱，咁就麻煩啦。今日 AI 推薦咖啡機信唔過，聽日推薦酒店、餐廳，甚至係醫療信息都可能係信唔過嘅。到時候大家睇到 AI 推薦呢幾隻字啫，第一個反應咧可能就係又邊個俾咗錢啊？咁嗱，呢啲人工智能慢慢冇人信噶啦。我覺得佢將種廣告放到好似客觀會展稿，係咪移境違規噶？信息虛假就係虛假宣傳。哎呀，唔好講咁多啦 ，AI 咁精準造假，我哋點避先？嗱，我就覺得咧，最好係自己留多個心眼。嗱，見到嗰啲咩 AI 推薦嘅話咧，尤其係直接推薦到具體嘅品牌、具體嘅型號嘅時候咧，就要打醒12分精神啦。可以多對比幾個平台，睇下真實用戶嘅評價，特別係嗰啲大圖嘅中差評，要認真睇睇。其實諗真下呢，我哋又真係唔好太過信任 AI。畢竟呢 AI 唔係權威，佢嘅知識來源於網絡，而網絡嘅本身呢就魚龍混雜。如果 AI 推薦嘅產品配套嘅只有幾篇文不相似、來源不明嘅測評文章，冇好多真實嘅用戶反饋，我就覺得要警惕啦。我覺得 AI 平台唔可以卸膊咯，要升級算法。唔可以俾佢啲售前又無底線嘅 AI 去展，最犀利呃人啊！如果啊真係虛假宣傳嘅話，監管部門呢就更加要出手懲罰下呢啲造假企業啊！放意，我都係信翻自己雙眼同街坊嘅口碑啦。想飲拉花咖啡，仲係嚟我呢一度，等我使出獲產權手震式藝術拉花技術，保證呢每杯花紋獨一無二，絕無 AI 抄襲。嗱，放意成為25蚊啊！廣播小品左鄰右里之小心 AI 水軍經已播放完畢，多謝你嘅收聽。